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号的南方特搜报，我是黄芷玲。台南一届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主办单位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特别在七股岩山用岩和漂流木打造许多地景艺术，令人大开眼界。市长黄伟哲除了鼓励游客来到台南欣赏艺术季，也表示随着中央推出振兴券，台南将加码抽出汽车、现金和游艇免费招待。已经迈入第10年的一件双雕艺术季，在市长黄伟哲、云嘉南风管处长、台研董事长等贵宾剪彩，8月11号正式开展。来这儿除了可以欣赏全台独一无二的岩山以及许多地景艺术以外，今年在馆内的岩雕更是打造成童话城堡和丰富生态的岩乐园，同时规划漂流木作为创作主题。其中就以漂流木制造国人最需要的针筒，由护士替市长来打疫苗拍照，模样相当俏皮，希望解封以后带动来台南的观光人潮。不管在马沙沟也好，不管在我们七股岩场也好，历年来这已经是第10年了哈，10年已经上小学5年4年级了哈，所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活动。我们期待大家疫后的观光旅游，不仅是自己开开心心，也能够这个玩出健康，而且玩出许多价值出来。那自己跟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会中主办单位云嘉南风管处长也装扮成乐园的国王，欢迎大家做好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共同来感受岩雕的幸福王国。因为在家待久了我想很多在座的各位家长也是很辛苦，因为小孩子每天腻在家里面，真的是大家做父母的也这个会很烦躁那就趁机会就是暑假还有一点尾声是可以带出来来我们这个台南这边沿海的这将军马沙沟还有我们的七股岩山岩博馆这边来走走，这里都是有非常好的，像这个我们的岩雕这一次有策展了10座这个展览，那我们这个是各位看到的展板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打造一个滨海岩乐园就是一个幸福王国随着疫情解封松绑，并迎接中央推动振兴券的商机，市长黄伟哲也强调，台南延续去年66亿的购物记录，今年第一波除了有观光旅游住宿的加码，更是有抽汽车、现金，甚至寄出游艇的免费招待。不排除除了抽车子之外，不排除在车子上面升等，从这个国产品牌也可能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品项。另外，我们还会推出一些观光旅游胜地的这个住宿券，或者是长期 Villa 的这个长期免费住宿。譬如说，你1年来这边消费，可以来这边住个30天，或是15天，或是10天的这个免费住宿。那你随时不关系都可以当来，随时都可以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吸引力很高。那我们也不排除推出游艇这个浪漫游的这个免费招待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手机之外，有可能今年会不会出现更高额的房子这个部分。艺术季登场之后，正逢7夕情人节，所以主办单位也欢迎大家来台南感受户外的放松、安心防疫又幸福的滋味。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疫情影响之下，许多活动都停止了。不过，这也让大自然有了喘息的机会。左营区的洲子湿地最近也迎来水蛭宝宝的诞生。公务局更架设摄影机，24小时直播，让宅在家的民众也有机会一睹风采。高雄的洲仔湿地鸟类众多，一直都是赏鸟客的喜爱地点。经过公务局与民间团体的努力富裕，成功让环境生态指标的水蛭返乡，今年也顺利生下5只宝宝。公务局表示，
高雄的环境保育有成，未来在其他湿地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水蛭。开园的2-3年之后，其实就有一对水蛭进驻了，但是有限于洲仔湿地，它其实水域面积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有一些水蛭在这边保育有成的话，它可能也会发现了其他更适合的栖地，然后有一个在我们高雄的保育里面有一个外溢的效应，像园中港湿地、鸟松湿地、大树旧铁桥，还有美浓湖，甚至是我们这2-3年开辟的金城双湖，我们其实都有发现水蛭的踪影。虽然疫情严峻，但是洲仔湿地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目前虽然不开放室内空间，但是户外的步行区还是开放的，欢迎民众来湿地赏鸟散步。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是室内比较密闭的空间没有开放，但是在户外的地方还是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洲仔湿地鸟类数量众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鸟类会在这里栖息。养工处表示，考量到疫情的影响，为了让民众更方便地欣赏洲仔湿地的美景，今年加装了摄影机，24小时直播，让民众不出门也能开心赏鸟。想关心洲仔湿地的一些生态状况的话，我们公务局在今年设置了即时影像摄影。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透过网络，然后看到我们洲仔湿地的这一个状况。只要上公务局的网站点开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是我们今年洲仔湿地的一个新创举。高雄的保育工作有成，在洲仔、园中港等湿地都出现水蛭的芳影。公务局表示，未来将会努力营造适合保育类动植物的栖息环境，让高雄迈向永续城市新境界。记者邱建勋、王惠宏高雄报道。想吃美食又害怕变胖的女性朋友，快看这边！台南一间意式餐厅推出低油低盐轻食料理，而且烹饪方式也很特别，先用水煮去除肉品上多余油脂后，再进行后续料理。而在酱料方面也很讲究，特别选用台湾红梗9层塔所制作的青酱入菜，美味不减分，健康更加分。嗨，大家好，我是爆马仔依萍，今天为大家介绍夏林路上的格列佛意式料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特别的意式做法的青酱，它是用小农契做的这种9层塔红汁的，我们一叶一叶把叶子剥下来之后手工制作，素食者也可以食用哦。还有其他非常美味的意式料理，像我们的薄饼很脆，它不是厚的哦，是脆薄脆的，而且有甜食类的薄饼，还有来这边必点的一个佛陀碗，我们把世界上的超级食物、健康食物都放在佛陀碗里面，还有金刚佛陀碗里面有猴头菇 ，vegan 素食都可以食用。我看到很多素食者来，他一定会点哦。美食报贝亚依萍，这是要推荐给大家的格列佛意式料理餐厅，在夏林路上已经开业10年，餐点主打低油低盐的轻食料理。因为食材选用讲究，料理方式又健康，深受许多爱美的办公室 OL 推荐。这一道的话就是我们的金刚佛头丸。那其实它里面的配料最主要就是植物性的蛋白。那像其中上面的话，这个的话就是酥炸猴头菇的部分。那我们还有搭配松露油，对，去增添它的香气。那像我们的防疫便当，一般的话像猪五花的话，外面都是用直接煎烤的一个手法，那我们是先蒸煮过再去做煎烤的一个料理程序。那它在口感跟香气上面呢，其实会更为丰富。另外，位于东区东风路上的坤岛 social 餐酒馆，它的餐点也是结合餐酒馆的特色，以酒来入菜调味，非常特别。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美食贝贝啊，我是 Tina。那今天的话，我们来到坤岛 social， 我们是要介绍他们今天新出的那个油封猪菲力跟酒醉鸡沙拉。那酒醉鸡沙拉的话，它口感上面的话会比较清爽，它是用绍兴酒下去做调制的。那口感上面的话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厚重。油封猪菲力的话是用酥肥鸡下去做调制的。那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通常外面的话都是用鸭胸下去做调制，那他们是用猪肉下去做调制，我觉得口感上面还蛮嫩、蛮特别的这样。今天呢，介绍了2道的轻食，一道是酒醉鸡沙拉，另外一道的话是油封猪菲力。那这2道的话，其实都还蛮适合，就是
是上班族啊吃的。那这里的话，油封猪菲力我们是采用舒肥机的方式下去烹调，用小火下去香煎。那这里的话，上面淋的话是香平酱，那两者一起搭起来，它们软嫩，然后而且口感是蛮特别的。那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蔬菜。那油封猪菲力的话，我们主要是用绍兴酒的方式下去腌制，然后再搭配枸杞、人参须这些比较健康的一个食材。那整体呈现上面来说的话，这一道菜的酒香味蛮十足的，但是吃下去它不会很厚重，让你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酒精味，它是比较清爽的。那这2道菜的话，就是推荐给大家来食用哦。看完今天的美食报备啊，你肚子是不是饿了呢？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只要你是真心觉得好吃，欢迎在双子星3冠王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YT 频道这支影片下方留言推荐，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集的美食报备哦。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左营有一家咖啡店，是一位退休老师花了10年的时间钻研咖啡冲泡，自创品牌，才正式开店。平常就热心公益的老板娘，最近是看到医护人员忙着为民众打疫苗，才在市议员李博义的牵线下，陆续捐出上百杯的咖啡饮品，慰劳医护人员。拿着自家生产的咖啡饮品送到疫苗接种站，慰劳辛苦打疫苗的医护人员。她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周素慧。从国小老师退休之后，就和家人一起开了这家咖啡店。虽然开业才4年，但之前却花了10年的时间钻研咖啡冲泡和制作，并且自创品牌。像这个冰滴的话，那这个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呢，我们就自己从开始做的话，一定一瓶的话，大概要滴了8、9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一罐。然后接着我们就在研发属于我们的咖啡包慢慢的在做一些的这些，有的人就那外带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拿着冰的东西这样子。为什么热心公益？其实是当了16年的老师，长期关怀弱势学生的性格。他和先生平时就会特别关怀社区贫困的家庭。之前就是看到医护人员辛苦的一面，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才在市议员李博义的牵线之下，分了好几个场次捐赠咖啡饮品。我那人他在之前就一直在开幼稚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从事公益的这一部分，那个公益的部分因为像有些平民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智障的这一部分，我们都会去帮忙他啦。从教职退休之后，就利用住家店面经营咖啡店，主要是想和好朋友分享咖啡的香醇，所以就把店内装潢成像自家客厅一样。而延续老师的身份，还在墙上挂了一面黑板，用白报纸什么东西贴的。那我是想说，我在设计的时候做一个黑板，然后就把它可以呈现说我们所卖的东西。那然后这个黑板呢，我就旁边的滚边我都是用绘物的东西，我整个东西都是用绘物的。和一般走时尚流行风格的咖啡店不同，周老师的咖啡店走家庭温馨风格，但一样能够喝出顶级咖啡的风味，也能够喝出另外一种回馈社会、做公益的咖啡香。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因应疫情关系，餐饮业者不断改变行销新通路。号称爱心中破塞的蔡瑞成集结9家餐饮业者，在台南市议会举办出走料理面交快闪的活动，让消费者线上预约订餐，业者到指定地点面交快闪，不仅缩短了所接触的时间，也让餐饮业者突破疫情影响的困境。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餐饮业者受到严重的影响，反倒让许多业者开创出新型的销售模式。在8月11号的中午，由爱心中破塞蔡瑞成发起的出走料理面交快闪活动。本次活动针对市政府及市议会的同仁，可以透过线上点餐，然后由店家在活动时间一起将餐点送到活动的现场，来减少同仁为了买餐点而来回的多点移动。这边的疫情对餐饮业冲击非常的大我前一段时间拢在拜6时有来这面交来做一寡便当来这提互市内的人客有一寡料理工作室的朋友讲，咱
一起来这边一起面交的话，或许效果会更好啊。所以阮就伫顶2礼拜的时阵有来这边面交快闪的活动，啊个加上这边了，阮就讲咱来找市政府合作啊，参市议会做伙来做这件代志，啊，先煞来疫情期间吼，大家拢做辛苦，啊来服务这个公务人员，啊，互因免遮尔辛苦，会当伫一个所在下班的时间。同时去面交到很多的美食产品啊，我感觉这种方式会当持续的去做啊，也可以服务到咱的消费者。现在2级解封了以后，那他们就走出他们的店面，来到这边呢做一些生意。那台南市议会呢义不容辞，在这边有一个快闪的活动，就是定来这边取货，希望能够帮他们渡过难关，也希望他们呢有生意可做。维持店里的开销和收入，希望这个的活动呢能够获得社会大众认同以及响应。活动期间，议长郭信良也亲自到现场表达支持，并对餐饮业者为了因应疫情来开创出与传统不一样的行销模式。透过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在同一个时间买到不同家餐厅的餐点，也让领取餐点变得更单纯，甚至餐点还可以做折扣，实在是非常贴心的做法。记者林跟刘品言台南报道。左营建业新村因为新住户的进驻，创造了不一样的面貌。其中2位新住户策划一项展览，将建业新村搬进百货公司里，呈现眷村保存活化的历程，以及新住户艺术家的文创作品，并且复刻了当时的生活情境，让您在百货公司里也能回味眷村的古早味。一走进展场里，就被大大的72路路牌和变电箱给吸引，仿佛真的来到建业新村里。一幅建业新村的地图标示目前进驻的以住代户、新住户的商店名称，一旁的草地聊天室则记述眷村保存活化的历程。那另外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官方的一个资料，那仔细的去交代从日治时期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是历经了日治，然后眷村形成，然后眷村改建，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以住代户的方式重新活化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就是整个历史脉络的变化。目前建业新村除了有艺术家进驻之外，还有民宿经营、保存原建物，也以住的形式进行活化。其中一个展区就是将每栋眷户的建筑立面转印成线稿，并且募集民众的彩绘创作，增加了互动参与感。就是提出他们对于就是建业新村的想象，那我们希望让他们在未来就是有机会画完这个画之后，会想要回来看看他们画的那一栋实际上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其实创作媒材非常多种，有从拼贴到水彩到粉笔，然后还有甚至连粘土，然后干燥花都有。由于是在百货公司里展出，策展人也将新住户的文创作品以百货公司分楼层展示的方式呈现，并且规划了建业中山堂，呈现眷村里的生活样貌，让观展者回味。就是我们在假日的时候会播放建业新村的第1期居民他们修房子的纪录片。那平日的礼拜3跟礼拜5晚上，我们有不同的纪录片的导演，那还有一些活动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就是陆续在这里举办，然后跟一般的民众就是同乐。经过时代的更迭，眷村居民来来去去，虽然是不停的流动，但也丰富了眷村文化。新住户将眷村新旧面貌融合，创造新的品牌，进驻百货公司，让更多人认识眷村。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西园1907年建立于鼓山区的春田馆是日治时期高级的旅馆，在1963年时期经过整建，正式命名为贸易商大楼。而如今业者融合西洋与日式的风格，让这栋建筑物有了不一样的风貌。而建筑内又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东西呢？现在就带您一起来了解。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异国风的大厅，西式结合西洋的风格，不仔细看还真的会以为是来到旅馆。业者用心的设计，将日治时期建造的贸易商大楼，在保留原有的历史文化下加以变化，碰撞出融合古代与现代的设计。在近期，我们把整个楼层的规划会从1楼，它的也是象征当时日式旅馆的一个拉比。
像让大家走进来会有一个厅堂的感觉，日本旅馆那个厅堂的感觉，一直到2楼，象征一个文创进出口的贩卖部的空间。那3楼是一个茶馆，然后到4楼我们是比较特别，是用冰亭的方式呈现，主要也是在谈哈马星在地的算制冰的这一个历史。眼前这碗传统的八宝冰非常特别，8种配料都是店家自己熬煮的，并且把配料放在9宫格里面摆盘，重新将吃冰这项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而在疫情期间，业者也向空间做了很大的调整，希望能让客人舒适又能兼顾防疫。从1楼的比较偏向大正浪漫风格、和洋折中的建筑风格，到4楼它是完整的呈现一个日式的料亭的风格，所以你在吃冰之前，你进来的时候会觉得仿佛好像1秒到了日本。我们把这个八宝冰解开来，把它变成像是一个9宫格样貌的一个冰。其实，在吃冰的过程，当你也可以享受到，不论是您可以自己把料加到碗里面自己吃，或者是您想要单独去享受每一个美食的那个风味，都是可以做到的。一栋4楼的复古建筑，里面包含了业者许多巧思，不仅有吃冰、喝茶，还有甜点外带的服务，打造出充满历史感却又像现代网美店的元素，吸引许多外地的观光客慕名而来，进一步提升哈马星周边的观光。记者张世敏、林嘉义高雄报道。因应疫情降级，今年首度由地方电视台所主办的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如期开办，学生跟讲师都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让参加营队的小朋友们透过课堂上学习实际采访，来更深入了解整个新闻制作。最近疫情渐渐回稳，在8月12与8月13为期2天，由双子星3冠王地方电视台举办的社区主播夏令营正式开始。这2天的活动以4到6年级的学生为主。活动一开始，先向小朋友初步介绍公司的部门编制，让同学们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就开始透过实际课程，让小朋友了解完整新闻制作的过程。现在有很多游戏的影片都是用4K 画面做呈现，那有些电视比较可惜的是，它限于它的技术上面的限制。目前，然后这个卫星电视台他们所提供的画面品质，目前只有到高画质，并没有到4K。那4K 的画质比高画质要多4倍，所以变成叫4K。那所以我们公司研发了一个叫风画质的处理效果，它可以跟网络做结合。那跟网络做结合之后，通过我们的有线电视的机上，我就可以去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所以各位如果通过有线电视，就可以去看得到，各位想要在手机上面看到所有 YouTube 的画面。就是安亲班老师，就是问问看我们有没有来，然后呢，我就想说，不然过来看看好了。还有我妹妹，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来。啊，我想要就是在这边学习看看，就是怎么当主播啊，如何写稿之类的。活动的第一天，安排小朋友们在教室里面与老师模拟实际采访，让所有的同学透过实际的采访来学习采访时的沟通技巧。除了沟通技巧以外，讲师们也透过上课的过程教小朋友如何写出完整的新闻稿，透过实际的互动，让小朋友们可以将老师在课堂中所讲述的课程融会贯通。记者何乔邦、刘品言，台南报道。又到中秋送礼的季节，台南桂冠酒店在疫情3级解封松绑之后，顺利推出月饼礼盒来抢占市场商机。今年延续去年的文创风，推出有5款月饼的五斗柜礼盒，并内附扑克牌，相当有质感和讨喜。疫情解封以后，该酒店首次举办的记者会就是月饼礼盒上市。总经理坦诚，经营上面临很大压力。不过，面对中秋送礼的季节，不能欠缺的就是月饼这口味，所以一定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虽然遭逢疫情，不过因为每一年6000盒的礼盒都完售，也让业者很有信心。今年再次以文创为概念，设计红色五斗柜，象征聚财。加上内附精致扑克牌，就是要让中秋团圆的日子来玩牌趣味一下。
那礼盒方面我们做的是这个叫做五斗柜，它是象征一种叫聚财啦。所以这里面根据我们往年来讲，我们的今年的副品牌我们是做的叫扑克牌，非常精致的扑克牌。往年都做的一些像我们有跳棋啦、西洋棋啦，或者围棋啦，或甚至这个打弹珠那种的那今年推这个扑克牌，精致扑克牌，希望能够大家在赏月的时候吃个月饼，然后家人可以玩个扑克牌、捡红点、玩接龙的。这样的话，大家全家想和乐融融啊。根据了解，多年来有消费者就是被饭店这种典雅又有钢琴烤漆极富收藏价值的礼盒所吸引。当然，礼盒很美，主角月饼也是选择一般接受度最高的传统口味。同时，今年更加入碧螺春的茶香和脆梅融合的新口味。传统的那个莲蓉之外，我们今年还特别研发一个用茶香味做的那个碧螺春，因为月饼人家感觉都是比较油腻的东西啊，那我们配茶香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因为茶香又带有清香，而且呢，我们这个茶是我们那个康熙皇帝以前专门说起名为那个碧螺春那个茶。送礼之用两相宜的月饼礼盒，饭店也希望令人感受满满的回忆和祝福。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芷玲，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